大家好啊！我係東年國院 LCS 課程，今屆咧負責去參學嘅籌委，我係 Jessie， 大家好。我想花大家5至10分鐘咧去了解一下我哋即將會到訪嘅菩薩沙彌學院，因為咧佢哋其實係一個好需要我哋去了解啦，同埋去幫助佢去籌集學費嘅一個地方嚟嘅。咁我想大家咧去經過一條片咧去好粗略咁樣了解一下，究竟其實沙彌學院係做緊啲咩嘅咧？邊個係慧光法師咧？同埋以我哋 LCS 同學或者舊生，我哋其實可以做到啲咩咧？咁我哋就用少少時間去了解一下。嚟緊呢，我哋5月23號咧就會帶領27位同學、道元法師同埋另外2位居士咧一齊去探訪尼泊爾嘅。我哋個旅程有8日7夜。咁有好多同學就會問啦，我哋係咪咁啱會經過呢間學校，所以順便參觀㗎？呢個就錯啦。其實咧，參觀學校係我哋今一次參學嘅一個重點嘅課程嚟嘅。咁我哋個參學咧將會有1整天嘅時間咧，係由慧光法師會帶領我哋由早課一路去到晚上嘅一個比較深入啲嘅談心嘅環節，全日1整天嘅學習嚟嘅。咁可能大家就會問啦，咁呢間學院其實做緊啲咩嚟㗎？或者其實佢個開始係點嘅咧？咁我今日咧就想帶大家去睇下呢幾本書，都係關於菩薩寺啦，同埋沙彌學校咧一啲嘅著作。咁入邊咧可以剖析到一啲資訊俾大家了解嘅。咁我而家咧就會讀一啲嘅片段俾大家去聽下嘅喎。創辦台中菩薩寺同埋我哋今次去探訪嘅尼泊爾沙彌學院，佢哋嘅住持係慧光法師啦。究竟邊個係慧光法師呢？原來咧慧光法師咧係出身於台灣嘅，佢喺1994年咧美國加州大學畢業。佢本身咧爸爸係一個美國人，佢媽媽係一個台灣人。佢讀書嘅時候咧係讀醫嘅，但係後來咧佢做咗醫生之後就發現其實就算幫到人嘅身體，都幫唔到一啲心裏邊嘅問題。咁所以佢咧係禮星雲大師剃度出家，喺佛光山嗰度咧畢業嘅。而家我就想咧同大家去分享一篇嘅文章，係關於慧光法師點解會離開台灣，無端端去到一個咁遠嘅地方，去尼泊爾嗰度開一間學校呢。其實佢當初嘅因緣係點樣嘅呢？咁我哋一齊分享下呢一篇慧光法師嘅著作。呢個題目咧叫做《千年的願望》。20幾年前第一次踏上朝聖之路嚟到印度尼泊爾，我哋都知道印度係釋迦牟尼佛出家修道成佛、說法同埋涅槃嘅地方。尼泊爾呢，就係佛出世嘅地方啦。然而當時我見到嘅景象係好難相信嘅，咁窮困嘅佛教嘅聖地可以咁破敗嘅，內心有一種嘅惆悵，佛法點解會沒落到咁嘅地步呢？沿路你見到好多嘅好窮嘅人帶住啲小朋友一齊喺度乞討，但係我喺度諗，就算我今世嘅生命幫佢哋嘅物質都好有限，我可以幫到佢一時，但係我都照顧唔到佢一世。所以我覺得返到去佛法嘅根本係教育。唯有透過教育咧，先至可以改變一個人嘅生活，改變佢嘅生命。因此應該凝聚佛教徒嘅力量，返到佛陀嘅故鄉去辦學，利益當地大眾，令到佛法可以重新興盛起嚟。終於咧喺11年前，慧光法師就有呢個因緣，開始招募小沙彌，開始咗呢個辦學嘅理想啦。可能有啲人就會問，點解唔將啲沙彌帶去台灣度受教育呢？其實呢一點我都有諗過嘅。但係根據台灣嘅法例，如果18歲以下嘅小朋友佢要入境去台灣受教育咧，必須要有家長去申請。但係你要必須明白，我哋嘅同學其實大部分都已經係可能冇咗父母啦，或者係一啲單親家庭長大。咁所以要帶佢哋去台灣入境咧，確實有個難度。而唯一嘅辦法咧，就喺尼泊爾嗰度開始一間學校啦。可能有啲人又會問我，沙彌其實嚟嘅時候，再係得咁細嘅年紀，佢得5歲啫喎。你點樣可以肯定佢日後想出家呢？其實咧喺我哋菩薩沙彌學院咧，到咗20歲嘅時候，佢哋係可以再次抉擇，究竟係咪想行出家呢條路，定係想還俗到世間。對於我哋嚟講，佛法可以端正佢嘅身心，建立健全嘅人格，同時具備入世同埋出世嘅智慧，解決生命中可能發生嘅難題。呢個先至係教育嘅重點，並唔係話一定佢要出家。雖然我當然都好希望佢哋能夠出家啦，
但係未必每個人都會想成為出家人，所以呢個就係我嘅本心。喺尼泊爾買地咧，其實遇到好多嘅波折㗎，因為國家太窮嘅關係，入邊有好多交易上面嘅陷阱，有陣時會遇到啲好貪婪嘅地主啦，又或者係有一啲地主比較合理，但係去到公家嘅機構裏邊，又會發覺有好多政府嘅官僚又要疏通嘅金錢，所以其實喺辦學呢件事上面係無法想像咁困難嘅。今次咧，因為新冠肺炎嘅疫情咧，我哋走去做好多嘅慈善工作啦，整整6個月嘅時間幫咗30幾萬人。每次出去咧，我都會輪流帶住2位沙彌，等佢哋自己去體驗一下自己嘅國家發生咗啲咩嘅狀況。佢哋慢慢就會諗啦，我哋其實可以做啲咩呢？沙彌會主動去觀察、去溝通，然後自己走出嚟同我講：師父，嗰個人、嗰個家庭有啲咩需要啊？對於尼泊爾人嚟講呢，好少會見到出家人行出嚟嘅，仲要冒住被感染嘅風險持續咁樣做。喺佢哋嘅印象之中，大部分出家人只係喺個寺廟度邊打坐誦經，而經過呢一啲嘅布施呢，佢哋對於佛教改觀咗。而本身唔識我哋嘅人都開始了解，其實我哋做緊啲乜嘢，都好主動想參加一啲慈善救濟嘅行列。尼泊爾呢個地方呢，其實已經缺乏善知識好耐。如果惡或者煩惱嘅力量太大呢，佢會一路咁樣落後，一路窮落去。所以我哋要行善，去愛人，去幫人，建立佢對善嘅信心。我哋出世嘅時候，俾媽媽抱喺個懷裏，諗到第一件事就係愛。因為媽媽嘅愛同埋照顧，我哋先會去相信人。冇呢股力量，好多嘢都好難做。所以冇信心，自己嘅自信或者相信人咧，都會出到好大嘅問題。最後咧，我寄語大家，教育係千年大業，慈悲嘅教育就係去建立眾生對善法嘅信心，而且喺生活之中推廣落實。當你願意咁樣做嘅時候，你會更好更快樂，成為一個行走喺人間嘅菩薩。講起菩薩子咧，其實除咗慧光法師之外咧，有一位令我好深深敬重嘅老師，佢就係葉老師啦。葉老師咧，其實本身係一位獸醫嚟嘅。佢20幾年前跟咗慧光法師成為佢嘅弟子之後咧，一路都喺慧光師傅嘅身邊度去服務大眾啦，幫佢籌劃間學校啦，幫佢打理住菩薩子啦，有好多好多嘅事務。就算今次我哋搞辦學咧，大部分嘅接洽都係同葉老師去直接去交流嘅。我手上面呢本書《一所生命的學校》咧，就係葉老師嘅著作嚟嘅。有一篇文章，亦都係葉老師自己一個真心嘅剖白啦。我都抽咗一段出嚟，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呢一段説話咧，對我尤其係作為一個父母咧，我都覺得係有好大嘅體會嘅。葉老師呢篇文章個名咧叫做如是如是。我係21年前受咗菩薩戒，最初我就係自以為是嘅我執，去不斷咁樣評論同埋對抗尼泊爾建學校嘅問題。於是我睇唔到眼前最靚嘅雪山，我睇唔到山裏邊嘅孩子眼裏邊透出一個好純正、好清澈嘅光明。我睇唔到好污糟嘅街裏邊原來有啲好靚嘅小花。我更加睇唔到我自己嗰一年嘅初心。我成日喺度埋怨，點解尼泊爾做咩都咁難嘅呢？相比之下，慧光師傅比我承受更加大嘅壓力，但係佢從來都冇我咁膽小，亦都冇咁狹窄。喺沙彌面試嘅時候，見到啲流晒鼻涕啊、生晒皮膚病或者營養不良嘅小朋友，我心裏邊就好短視，淨係識得諗：哇，呢個小朋友我要花幾多錢先醫好你呢？但係師傅諗都冇諗，一個一個好似寶貝咁樣抱住佢哋。後來我先理解師傅所講，每一個人都係一粒摩尼寶珠，小沙彌慢慢長大。前幾日我都有大膽咁問師傅，點樣證明呢一間係一間生命嘅學校啊？師傅話我可以證明呢一條係好長好長嘅路。如果今一世我做唔完呢一個事業嘅話，我下一世都會翻嚟繼續做。呢段說話咧，令我覺得好感動嘅原因咧，就係我哋好多時為咗面前嘅困難，就會阻礙咗自己做呢件事嘅決心。但係慧光法師就係話俾大家聽，你要睇下呢件事更加深層嘅意義。如果你想了解更加多葉老師講關於沙彌嘅生活啦，或者係關於佢自己個人一啲感受咧，都可以睇呢一本書《一所生命的學校》，係一個好 impactful 嘅一本書嚟嘅。好啦，咁可能嚟到呢度咧，大家都會有啲好奇，究竟慧光師傅最大嘅願望係啲乜嘢呢？
原來慧光師傅咧之前去咗一個願望，喺尼泊爾嗰度咧起一間學校，永久咁樣去栽培小沙彌。呢間學校咧可以供養到100位嘅沙彌，亦都有100位嘅沙彌尼可以喺呢一度受一個傳統嘅教育。到佢20歲嘅時候就可以選擇成為一位出家人，或者還俗到去到尼泊爾貢獻社會嘅。呢間學校需要大概1000萬港幣嘅成本先至可以完成呢個建設，所以咧佢哋就發起咗一個叫做福田計劃啦。福田計劃就會將呢塊地分為2100位嘅供養人。我哋咧今次去參學嘅時候，其實都有問到法師，究竟有啲乜嘢嘅貢獻我哋可以付出俾同學去實踐呢件事，成就呢件事呢？咁葉老師同埋師傅咧都有同我哋講翻，就係話如果我哋能夠去成就呢一塊福田呢，能夠盡早去落實呢間學校嘅建設呢，就會係一個最大嘅幫助。因為喺佢哋最緊迫嘅問題呢，就係塊地已經買咗啦，但係嘅建設係冇錢起嘅。咁所以我哋今次為咗籌辦呢一個嘅經費呢，我哋都好想盡一分力喺呢一個參學嘅過程之中呢，都呼籲同學同埋舊生，如果你能夠慷慨解囊去一齊盡一分力，就令到呢件事可以更加快咁樣去落實。而家呢，我哋好誠意咁樣邀請大家，可以用以下幾個方法呢去認購呢啲福田嘅。第一個方法呢，就係用你私人名義啦、家庭名義啦，或者 LCS 嘅小組嘅名義去認購一塊福田。每一塊福田呢係港幣5500蚊嘅。護持一塊福田呢，可以喺尼泊爾菩薩寺立碑留名紀念，同埋菩薩寺將會喺年度嘅祈福法會裏邊呢，為捐贈者誦經祈福回向布施功德。第二個方法呢，就係有啲同學會問啦，我其實都好想去捐，但係咧我又未必可以籌集5500蚊，又或者以我個人嘅力量未必能夠買到一塊福田，咁可以點做呢？其實可以一次過由 LCS 嘅名義咧去收集呢一嚿資金，籌集咗一嚿資金之後呢，我哋會根據個款項呢，就會捐咗俾菩薩寺去認購一塊或以上嘅福田。以上嘅捐款呢，亦都可以申請退稅。呢個我哋喺 Google Form 嘅時候提交翻個資料就可以㗎啦。好希望大家支持我哋呢一班參學嘅同學，等我哋喺呢個旅程之中都可以為社會、為尼泊爾做一啲事。多謝晒。